Hello YouTube， 大家好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 Open D Tuning 嘅玩法。Open D Tuning 咧其實咩嚟嘅咧？我哋 tune 吉他嘅時候咧，就要 tune 去做呢一個第六線要 tune 去 D 音，跟住然之後第五線要 tune 去 A 音，第四線就要 tune 去 D 音啦，第三線就要 tune 去 F sharp， 第二線咧我哋就要 tune 去 A 音，第一線咧我哋就要 tune 去 D 音啦。所以 Open D Tuning 咧，如果當你彈嗰陣時咧，就咁掃空弦。佢已經係一個 D 嘅 chord 嚟㗎。咁簡單少少，我哋可以試下彈四個 chord 先。譬如 D chord， 就咁掃佢就已經係一個 D chord 啦。第二個 chord 我哋試下玩個 B minor。B minor 就好簡單嘅。撳兩粒音嘅啫。分別係第五線嘅第二格啦，同埋第二線嘅第二格。由第五線開始數，呢個就係 B minor 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哋撳一撳個 G chord。咁 G chord 點樣撳咧？就第六線嘅第五格，同埋第二線嘅第二格。OK。咁呢一個 chord 咧就係 G chord 啦。記住當我哋撳嘅時候咧，我哋用三手指同埋一手指咁樣撳。你用四手指嘅話咧，都唔係唔得嘅。OK。我比較習慣咗用三手指咁樣拉闊少少。OK， 然之後第四個 chord 咧，我哋撳個 A7 啦。A7 點樣撳咧？咁樣第五線空弦啦，係一個 A 音嚟嘅。跟住然之後第四線要撳第二格，跟住然之後第三線用一手指撳第一格，跟住然之後最後第一線就要撳第二格，用三手指。呢個就係 A7 chord。OK。所以咧，我哋淨係彈呢四個 chord 玩住先。呢個四個 chord 其實都已經可以彈到好多個啦。我試一示範俾大家睇下。OK， 就已經可以彈到 D、B minor、G 同埋 A7 呢四個 chord 啦。大家練習下撳住呢四個 chord 先，然之後我哋就可以試下勾弦其他玩法。OK， 今日講到呢度先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就 like 我呢段片啦，同埋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睇我更多有關於吉他嘅教學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